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桃园鶯歌区区长曾明华代表市长侯友宜到为台湾拿下金牌的拳击选手林玉婷的老家张贴红榜，乡亲们放鞭炮来庆贺，相当热闹。上午一大早，林玉婷鶯歌区尖山路的老家就聚集了许多的乡亲，他们都是来庆贺鶯歌女儿林玉婷在巴黎奥运的拳击赛中为台湾再添一面金牌。鶯歌区长曾明华也代表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市长来贴红榜，感谢玉婷妈妈教育出优秀的拳击国手，成为新北之光。昨天晚上我们组成加油团，200多人，都是地方的士绅。那也跟侯友宜市长一起在现场直播加油，那也见证了玉婷最光荣的一刻。那今天代表侯市长特别来贴红单、放鞭炮，表达恭贺之意，也是我们新北之光鶯歌的骄傲。其实，在金牌战前，为了帮林玉婷集气，鶯歌区公所便将所有的 LED 电视墙全部换上，为林玉婷加油，期待她能在巴黎奥运勇夺金牌。而林玉婷在本届的奥运拳击竞赛中无端卷入性别争议，为了帮玉婷加油，新北市长侯友宜、玉婷妈妈与所有市民一起组成强大的应援团，在市府一起观赛，见证玉婷勇夺台湾拳击史上首面奥运金牌的历史一刻。区长曾明华11号上午便带着公所团队来到林玉婷位于尖山路的老家张贴红榜，现场也聚集了许多的乡亲、明代地方士绅，一同向玉婷妈妈来道贺。这15年来，她真的是拼尽她的全力，然后她也真的是做到了啊！一路上讲真的，我替她很开心，然后有点感动，我也说不出来。她其实她是很坚强的。然后我们都是2个个性差不多啦，我也知道他的个性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是不打扰他，把他金牌先拿到这样子，然后后续的话再慢慢跟他聊一下。林玉婷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她在拳击亚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和杭州亚运拿下了金牌，再加上这面奥运金牌，已经完成了金牌大满贯的里程碑。鶯歌骄傲，林玉婷。尖山女儿林玉婷。记者沈金华鶯歌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浪漫的七夕烟火秀，在基隆地标释放，璀璨缤纷的高空烟火吸引了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涌入市区观赏。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到场，和大家一起共度浪漫的夜晚。民众一起高声倒数，基隆浪漫七夕烟火秀在基隆地标释放，缤纷璀璨的高空烟火照亮夜空，让市民和外地游客大饱眼福。因为小朋友回南部过暑假，然后就带我老婆出来过一下情人节。那你们觉得基隆这个港蛮漂亮的？对啊，很漂亮啊，想象中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来这边吧，啊。当然，我们在地的都要共襄盛举啊，而且1年就这么一次，然后难得机会，所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这场浪漫七夕烟火秀人气抢棍，许多民众都提前来到国门广场跟海洋广场卡位。市长谢国良在文化局长江婷梅、市议员郭美秀、卫生局长张贤正、警察局长翁群能的陪同下，特别来到现场与民众打招呼，和大家一起共度浪漫七夕。谢谢哦，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好位置，好。那最近每次释放烟火都有好天气，所以小爱爸爸今天心情很好。后面有很多市民朋友，我们也一起要同乐。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基隆市就是慢慢的走向一个国际海港观光城市。那我们会在这个议员跟局处首长大家团队共同努力之下，会把基隆弄得更好玩、更温馨、更有爱。这
这次在基隆地标上面呈现的高空烟火灿烂夺目，让民众大呼过瘾。其中最佳的拍摄点在海洋广场、东岸广场，甚至更远的中正公园，都可以拍到具有山海港城多层次的美丽烟火，展现基隆之美。另外，市府文观局也期望透过烟火活动，吸引上万名的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消费，活络带动基隆的商机。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同样在七夕这一天，立法委员郭玉琴化身万老师，在桃园服务处举办友情玫瑰青年土手作活动，教民众利用青年土做袖珍玫瑰花束，传达心意与浪漫。等一下，中间穿插才会漂亮哦，所以。捏完之后，立法委员郭玉琴在七夕这天化身万老师，在桃园服务处举办友情玫瑰青年土手作活动，教民众利用青年土做成袖珍玫瑰花束。郭玉琴本身也是袖珍艺术老师，特别在七夕情人节从潮就业，跟大家一起用行动传递心意与浪漫。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只有拍戏是万老师？其实我私底下也是老师，因为我教袖珍艺术，其实教了很多年了。那今天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借由手作，然后可以促进跟亲子之间的一些情感啊，或者是说呢，很久没有对这个另外一半这个体现那个所谓的温柔的情谊，这样，那用这个手作有温度的自己做的 DIY 的作品来这个跟家人表示。那我想这个桃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家庭那将来其实我们也会往所谓的亲子方面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大家有空呢可以到我的服务处来这边。参加活动的民众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袖珍艺术的粘土玫瑰花，虽然有点难度，但是完成后很有成就感。其中也有人直呼万老师本人很漂亮，手作还这么厉害。刚好路上看到就经过这样。感觉怎么样？就是万老师来教你如何做玫瑰。觉得她本人很漂亮，然后没想到她手作这么好。很难吗？我觉得很难，感觉蛮好玩的啦。做起来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因为第一次做就可以做成这样，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也有人是刚巧经过来试试看，直言真的有难度，成品要送给自己。还有小朋友说要把做好的花送给妈妈。这个做玫瑰花好玩吗？很好玩。很好玩，你是第一次做吗？对。我想做给爸爸跟妈妈。因为下午刚好要去那个民进党那个原住民事务部办的那个原民日市集，然后早上没有事，然后就先来这边做这个。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玫瑰花吗？对啊。那感觉怎么样？就感觉还很小，不小心手捏到就完蛋。对。那你这个花做完都想送给谁？花做完，我们想送给自己。桃园市议员许家瑞与黄家琪也到场跟着万老师学习，表示手做玫瑰花真的不容易，会尽自己所能把花做好送给太太，真的做不来就拿委员做好的借花献佛。你看我们都有点无言，真的是非常的难，然后一不小心还会把它压扁。第二个完成品想要送给谁？完成品当然是送给我的情人啊。你今天打算做几朵？我尽我所能啊，对啊。像是这么精致的成品可能没办法，但是尽可能呢可以做像这样子，大概2颗的这个大小，差不多是我们的这个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你呢？你的目标是几朵？我借委员的花来献佛就好了。立法委员郭玉琴表示，服务处举办手作活动，期待有情人在七夕这天促进沟通，加温感情。现场也有许多亲子组合一起发挥创意，未来将会规划更多亲子活动与体验，欢迎桃园的乡亲多来服务处走走。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再带你来看，由梦月楼主办的百人汉服夏日宴已经迈入第2年，以参会的形式邀请喜爱汉文化的各界人士交流。现场除了有古风市集及许多互动式的展演外，重头戏就是古礼汉婚的展示，完美呈现中华传统礼俗文化。母亲替即将出嫁的女儿戴上发簪，梳妆打扮后，由媒婆递上红彩球，牵引新郎新娘进入会场。新婚夫妇坐下后，再一起享用3品荤菜，共劳而食。这就是结成100年之好的汉代婚礼。从一开始就是丈母娘
的前面的仪式，然后到就是新郎来迎娶新娘的这个仪式，就是到最后就是合景的仪式，都非常的完整。就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完整体验，所以非常的兴奋，就觉得很特别，就可以推荐更多人来参与。在这场宴会当中，大家穿上不同朝代的服饰，深度了解传统汉文化的食衣住行娱乐，丰富知识内涵，还有亲子汉服比赛以及精彩的古风表演，相当热闹。第一次参加汉服夏日宴的活动，我这身上的造型是宋制的造型。传统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去传承，对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也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够感受到。难得在台南的400年呢，能够跟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盛会，近百人呢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跟近距离的接触，同时呢也会更深入的了解汉文化，不只是穿汉服，更是生活中的活历史。汉文化总会指出，身为汉人有推广汉文化的使命，但在台湾的关注只有在原住民或少数民族身上，所以汉文化这块相对弱势。期盼在台南400之际，能有更多的资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汉文化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关注，甚至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部分不用特别推广，因为还有略含了一点点的两岸意味的问题，所以在这部分的话，相对政府也会比较小心一点。所以在这部分，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些资源的话，也是相对比较棘手的。汉服代表它的每个族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标杆吧。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共同应该来协助他们，我们都能来参与，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发扬光大。主办单位表示，这届参加人数虽然不如去年，但明年的活动会更加精彩丰富，让大家都能来体验汉文化之美。即将说回台南报道。明年是蓝宝石大歌厅歇业30周年，高流中心将推出记录蓝宝石的秀服特展、影音计划和纪录片，让大家更了解歌厅秀场。一袭华丽秀服装饰着满满闪亮珠宝，还有各式各样的录影带。5、6年级生对这个一定不陌生，因为这代表着台湾歌厅时代的璀璨招牌。蓝宝石大歌厅2天活动刚于8月4号结束，门票快速售罄，颇受好评。高雄市政府同步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推出蓝宝石故事展，搜罗展出复古文宣和巨星秀服，包含诸葛亮的一袭白色西装，让民众回味秀场的黄金年代。像我这个年纪的啦，大概大家都知道说蓝宝石大歌厅。记得我当时在林口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要从林口回来那个游览车上都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重播诸葛亮的歌厅秀到现在网络还有很多迷因梗图说朱大哥还没死，这也代表说其实他非常深远影响整个台湾的演艺文化的这个发展。现场展出上百件收藏品，陈其迈大谈回忆，除了录影带，小时候曾看过歌厅秀，虽然看得没有很懂，但确实是存在在心中的宝贵记忆。有一个叫金声大歌厅，然后那个要散场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快要散场的时候，那门就会打开，你可以看，那个这个戏尾啊就最后你可以跑进去看。那时候有看到什么样的那个歌星印象深刻？那个时候看不太懂啦，但是就是知道很热闹，所以以前天天去看。歌厅时代在台湾娱乐史上留下亮丽一页，华丽舞台、亮眼秀服、满场喝彩，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台湾社会的满满活力。这些留下的唱片和海报，便不只是物品，而是一代经典传奇。记者李江、李凡飞，公视报道。庆祝台北建成140周年，副市长林奕华开箱修复中的学海书院，并宣布串联台北市70处文资馆，推出了40场的展览、多场摄影工作坊、讲座、公益体验以及影像征件比赛。学海书院现在变成了高家祠堂，前厅是昔日的讲堂，后厅为祭祀厅，左右厢房则为学舍。目前则是台北市硕果仅存的一座书院建筑，1985年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订定为第3级古迹，现正修复当中。透过台北市文化局以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带领大家开箱这座满是岁月痕迹的古迹环境。我在民国差不多97年、98年左右，
我当里长开始，我就有进来参观过。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破旧，非常的老旧，那屋啊什么都会破，梁柱也都锈掉。那后来他们主委一直不断的去征集补助经费，那终于在109年开始来做修复。那当修复到今天这几年来，我看到的这个学海书院跟我当时所看的是一模一样，而且是非常的新。日治的后期，当时因为学海书院它要卖地所以说由高家呢就把它承接下来那承接下来以后呢，就用这个空间当做他们的东西，所以一直使用到今那这个历史发展呢，其实是跟整个台北市建成的一个发展文化发展有很深厚的一个关系那它是在1985年8月被指定为市定古迹，所以说呢，它在整个台北，尤其是万华地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据点那学海书院的格局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叫做它的大堂，或叫大厅，或叫做讲堂。那其实呢，这个地方以前在当书院的时候是祭祀孔子，或是朱子，或是这个文昌君等等的一个神明的一个空间。那两侧我们称为这个厢房，是作为教学、上课使用的空间。那后面呢是作为当时老师们居住的空间，也就是当时的那些老师、那些这个师厨的教授都住在等一下我们过去的时候会带各位来看一下，它有一道门墙，把它分成内外空间的一个格局。所以说后面呢其实是老师们居住的空间。副市长林奕华宣布，2024台北古迹日盛大启动，以建成台北为主题，串联70处文资馆响应，推出导览走读活动、摄影工作坊、主题讲座、公益体验等活动，邀请民众走进老屋，聆听文化资产的历史故事。台北呢，其实就是充满了不同的美，还有各种的文化。所以呢，其实从建成台北，就是告诉各位说，台北不是只有一种面貌。你越在台北走动呢，你越能够品味台北，就越能够了解台北它的特别。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古迹日的活动的启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在秋天那这次呢，因为我们是配合建成140年，所以我们从8月到12月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因为呢，也是要让大家透过建成140年，知道我们现在台北市保留文资，已经保留了500多处，保留了500多处。那以我们这个今天的学海书院，刚刚主持人有说，我们从109年开始。会到115年完成，分3期。我们不只是在建筑物的这个要修旧如旧，我们连刚看门口现在门神还有我们的彩绘传统的工艺彩绘，我们全部都要把它恢复到最原来的面貌。所以呢，大家知道一个文资的维护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台北市非常非常愿意。第一个是要谢谢，但我们要谢谢不管是公部门或是民间的配合，让我们能够保留很多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所以500多处，那这个下来很不容易。尤其呢，我们有些现在是一个区块的保留，所以到了你看像现在去大稻埕，因为拍过我的大稻埕对，去大稻埕现在整个感觉，现在国际观光客非常非常喜欢去大稻埕。我们邦港现在也好多保留非常多地方，就是让大家呢觉得台北就是能够在这知道说，原来我们不是只有经济的发展，我们对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在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浸润在有历史年代的建
建筑物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感觉在呼吸的那种气息都特别的有一种比较饱满的记忆的味道，然后静静的待在一个角落，观看着就是每个细节，我觉得都会有一种魔幻的感觉，很像自己穿梭在这个时空中来回，所以非常就是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这个摄影比赛，用相机记录下这个光与影来丰富这个时代的记忆。除了文字走读，同时建成百世老屋我城影像征件比赛也启动，总奖金高达20万元，邀请摄影好手用镜头记录100年老屋故事。记者翁俊台北报道。基隆中元祭拉开序幕喽！今年文管局特别推出了一档别开生面的亲子特展，鬼朋友度中元，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带小朋友全面认识这一项源远流长的文化盛事。7月15中元普渡，这里好多食物哦，好香哦！有猪肉，有羊肉，还有鱼、海鲜，什么都有哎！这让鬼朋友好开心的美食盛宴，让所有参与戏剧导览的观赏者体会中元祭背后的人文精神。透过这场导览，让我更认识中元祭。将中元祭文化向下扎根，文管局特别推出别开生面的亲子特展《鬼朋友度中元》，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在玩乐中了解中元祭的各项重要科仪。希望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其实用针对儿童的视角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用比较简单明了的内容，然后带领本市的儿童们可以来了解中元祭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希望能够传递悲天悯人跟不外普世的一个精神。这个特展汇聚了基隆文化界前辈的智慧结晶，同时也集结了在地青年的创意能量。400多件由5间学校的小学生创作的米雕作品，展现了基隆人共同传承的文化底蕴。怎样子传承中元祭的精神，还有中元祭的一些工艺？那像看做米雕，就是在中元祭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让学生来参与。最重要的是让他呢知道中元祭是怎么来的，然后需要为什么要有看做米雕。由基隆在地年轻人组成的基隆怪奇团队策划这一档有互动、有知识、亲子适宜的展览，其中的导览、戏剧活动，带大家亲自走一趟15道科仪流程。那我们想要试着以招待鬼朋友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元祭。基隆中元祭它有15个祭仪，是可以让他们认识这些祭仪，然后知道每一个祭仪它的由来。然后我们自己在认识基隆中元祭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基隆很自豪的事情。你看17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在持续发生，每一年都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只是为了想要招待这些鬼朋友。所以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珍贵也很自豪的一个节庆。凝聚基隆各界共识、携手合作的特展，让观者动容。我觉得这个展览啊，可以让我们基隆市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来认识一下中元祭那些科仪到底在玩什么。然后呢，有很多具体的，像是那个我们摆来普渡的东西，到底是为什么要怎么摆这样子，让我们可以亲近说其实我们可以感恩过去曾经在这片土地贡献的人。展现这一座城市传承的共荣精神。这一档充满基隆特色的亲子特展，即日起在基隆美术馆一直展到8月29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鬼朋友度中元，透过游戏与互动，感受170年基隆中元祭的文化魂。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高雄市新闻局为了要鼓励民众使用 Channel 3公用频道，特别到大寮区中庄社区带大家认识及使用 Channel 3公用频道，并教大家用手机制作影片，透过手机软体制作生活影像，记录社区的大小事。未来影片有机会在公用频道播出哦。板节活动叫做公用频道推广。为了让地方长辈们更加了解公用频道的用途，高雄市新闻局积极推广媒体自用。这一次来到大寮区中庄社区，让长辈认识公用频道，只要简单申请步骤，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等的条件下，就能免费播出，让想介绍地方特色的大寮中庄社区获益良多。
除了让长辈认识公用频道之外，同时也学习如何用手机将日常的生活照片运用剪辑软体，制作出有趣的影片。只要几个简单步骤就能立刻上手。长辈们非常认真的上课，也将平常的生活照透过剪辑串成影片，觉得十分有趣。会先带着他们学习如何拍照。然后还有包括他在录影的时候要去注意哪些细节哈，感觉上可以很稳定的去录影，或者是拍照之后呢，那他大概就可以慢慢的去学会进一步的编辑影片。长辈哈，他们超喜欢看电视的，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节目，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被电视看。电视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是像我们这个频道的话，它也是多元化了嘛，所以会吸引到我们的长辈。长辈对于手机使用比较不熟悉，学会剪辑之后，不只可以拍照、拍影片、尝试剪辑，还能到公用频道上申请播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作品，体验当摄影师和导演的感觉。记者张世明、纪元高雄报道。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主办的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除了让参加的学员们学习到最热门的 AI 新闻编采、摄影、配音等媒体传播相关技能外，更安排小朋友登上主播台来播新闻，一块来看看小主播们的学习成果。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一梯次的活动，7月31到8月1日登场。首日课程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英老师，带领学员认识如何让 AI 成为好伙伴，并教导大家利用 AI 网站制作个人的声音替身。然后这是你的创作哦，你跟 AI 的共同创作。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主播郭文吉也在课程中分享新闻怎么来等采访秘诀。当地的一些社区的照顾和老人的关怀也特别重视，所以都特别会写这个题目问他。主播秦碧纯也亲自指导小朋友播报新闻及主持节目的诀窍及重点。待会你就是看着这个念，一样坐上去记得，坐上去之后抬头挺胸坐好。此外，主播夏令营也将课堂拉到户外，由巨汉商业摄影郭聪南老师传授如何利用手机拍出好影像。先构图好，来，再试试看，再靠近，再靠近，再靠近，对。第二天的课程由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企划许曼珍为小学员带来媒体素养最前线、聪明乐听人是我及媒体识读相关的知识。有人看这件事情是9，有人看这件事情是6，所以媒体识读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子，你要全面性的去看，不要只看一个单独的一个片面的消息。台南市政府参议黄耀国也亲临现场，勉励学员，并强调媒体禁用权的重要性。希望你们在这边应该是有2天的时间，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那禁用不是那个抱得越近就好啊，你是了解它而去使用它哦。经过2天的密集课程，时间来到学员最期待的实作环节，从配音，只要加入账号再分享出去，就能下载免费贴图或领取优惠，这是真的吗？采访，录影，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对，调整看看，对，这样会人太大了，对。播报新闻，让每位学员自信展现这段期间在主播营的学习成果。大家好，我是蔡轩浩。大家好，我是蒋佳怡。大家好，我是陈佑安。大家好，我是刘云轩。大家好，我是王宇杰。大家好，我是王佑胜。大家好，我是钟子源。大家好，我是陈永轩。大家好，我是周丽彤。大家好，我是赵云珍。大家好，我是刘哲平。大家好，我是胡杰一。大家好，我是侯欣彤。大家好，我是王耀珍。大家好，我是刘允彬。欢迎收看8月1日星期四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带领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过程，学习采访新闻、播报新闻以外，还融入了最热门的 AI。
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收获满满，也更认识媒体。感谢您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活动进入尾声，主办单位也颁给每位学员结业证书以示鼓励。中嘉宽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感谢学员热情参与，今年夏令营课程相当丰富，相信大家应该都收获满满。明年度也会再根据科技的发展，再更新课程内容，让夏令营活动一样多元化。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松山文创园区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园合作，携手打造夏日限定尊印松烟动物园。除了有跟大家躲猫猫的松桑鸭与长颈鹿等大型艺术装置外，还有集章活动哦，邀请大家一起找出隐藏在制烟工厂消防栓箱的13种动物。夜晚还有光影 Party 动物游行。制烟工厂上方巨大的松鸦上正俯瞰整个文创大街。以松烟常见鸟类为主题的鸟语之期，在5号道路欢迎大家。会移动的长颈鹿则不定期出没在园区各个角落，还有13种动物隐身在松山烟厂的消防栓箱上，等你来集章。在巴洛克花园的时空任意门，则带民众1秒抵达动物园。这是松山文创园区的夏日松一下活动。今年暑假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园合作，将松山文创园区打造为夏日限定的润印松烟动物园。这一次的这个夏日松一下呢，特别主题是这个松烟动物园。那松烟动物园顾名思义就会有很多的动物，那是表示呢我们松烟呢特别呢注重呢在生态的教育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上面。那当然动物园呢真的是我们有跟台北市立动物园有双园的这个串联的合作，所以我们有这个消防栓箱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集章活动，很受小朋友的欢迎。那我们的整个松烟的这个场域里面呢，也有许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动物相关的装置，欢迎呢这个朋友们呢能够借由夏日的这个时间呢，能够来松烟呢那个游玩。夜晚的松山文创园区更加精彩，由松鸦赏与市立动物园等动物偶为主角的光影 Party 动物游行，透过光影和声音变化，生动的演绎松烟及濒危动物的故事，希望让大小朋友在园区留下深刻的记忆。因为夏天天气白天特别的热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借由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晚上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地方可以去，有地方可以玩，所以我们特别呢就准备了这个动物的这个光影游行。我们总共整个夏天有5场的这个光影这个派对游行，有许多的这个动物的偶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同乐。我们也广邀这个除了动物园的这个偶装还有这个其他的各个单位的偶装，大家都可以来看。每一次可能会遇到你心目中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偶呢，都非常的吸引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摆脱传统展示方式，强调互动体验是夏日松一下的活动重点。像这一座会移动的长颈鹿，就对应到主题早早入路，邀请民众来松山文创园区玩一场躲猫猫游戏。蛮特别的吧，就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特别的形式，就是直接放在外面之外，然后那是它的色彩的混杂度跟然后中间有一个空洞的那个形式，在一般的展览都没有看过。晚上才有的光影 Party 动物游行更获得游客好评，直呼是台北市最好玩的夜间活动。大部分都看到可能是喷水类的或者是码头，它七月的时候它是有是烟火，可是就比较困难，想要带小朋友，因为可能是交通会比较塞车，然后所以后来考量就是还先没有去。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光影的话，小朋友有地方可以跑，我觉得比较好。除了各式活动，松山文创园区更首度出版旅游小书《松志》，内容包含4条风格路径和日常视角，提供民众探索游玩这一片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大松烟基地最佳指南。整个大松烟基地，因为从成品24小时到这个大巨蛋的周边有许多的这个店家还有许多的这个内容，慢慢陆续的都开了。那我们也希望同时间让游客一次就能够
了解这个整个大松烟基地各样的资讯内容，所以我们把它汇整在一本手册里面，希望呢能够带给游客更多的方便。暑假期间，松山文创园区还有更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包括达文西体验展、猎人实境解谜游戏及松烟风格店家卖店主题展、小高潮旅行社等，邀请民众把握机会，一起来园区感受丰富多元的文化飨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为了要提升公务人员对媒体舆情回应的技能，同时强化政策沟通的能力，行政院人事行政处规划了地方领导研究班，并与中嘉宽屏、港都庆联配合进行实战演练，模拟记者的犀利提问，提升回应舆情的技巧。那市府这边怎么回应？其实这件事情后，发生那么久后，那到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发生了各种重大社会事件的状况下，政府单位总是要立即回应民众。但如果你就是政府相关单位，要如何面对记者刁钻又犀利的提问呢？那对于整个的一个这个受害的这些幼童们，以及我们对于在幼儿园的一个督导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不是那么的一个确实的部分我仅代表我们的一个市政府的一个同仁以及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做一个道歉。让我们学习到整个在不同领域上的部分怎么去应对整个在新闻媒体上或者是整个新闻议题上的一个回答，让我们的一个观念会整个更全面一点，不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对于怎么样在很快的时间把这个背景的内容做一个吸收，那怎么样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把自己的东西可以把它讲给民众听。但是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去感同身受，整个让这个新闻的一个事件的一个，不管是关系人或者是受害者，他可以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同理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对于说从事工程人员或者这样是比较要需要再学习的。然后，为了增加公务员面对媒体与强化政策沟通的能力，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事发展学院特别开设地方领导研究班，与中嘉宽屏、港都庆联配合，针对真实的新闻事件，模拟0403花莲大地震以及北市幼儿园狼师事件进行模拟。我觉得这次收获非常的多，因为不管是在自己的专业或非专业，你在整体紧急的应变、临场的反应，是超乎我们在政府做行政主管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后面也才知道，原来在棚内或是在现场的记者，他要询问一个议题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专案或是一个市府的一个计划或政策，要多方面的去收集资料。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跨域的一个学习不能只有在自己的一个领域中然后去了解，应该要有更多的各局处的一个合作，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公务人员舆情回应技能，在这个资讯快速传递的时代更为必要。政府方要如何快速回应舆情、传达正确资讯，都是这次课程的重要培训内容。学员的经验值也都因此有所累积。记者朱建伟、周辅信高雄报道。台南市教育局结合幼儿园教师及营养师，推出幼儿饮食营养教育大补贴，设计我的餐盘教案活动，教导幼童认识6大类的食物与饮食营养之能，期盼从小培养正确的饮食习惯。营养健康的人就来，每天早晚1杯奶 ，Every day， 每天水果水口大，还有菜。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在台上唱歌跳舞，每句歌词都和健康饮食有关。学龄前是饮食生活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台南市全国首创发表幼儿饮食营养教育。他们的饮食行为习惯如果能够从小养成，尤其是吃原态性的食物，还有呢机能饮食，从小就养成不会偏食的习惯，那也知道各种营养健康的包括水果包括蛋奶包括鱼肉的一个适当的分量。实际来到仁德幼儿园，幼童会自己煎蛋、做坚果优格，将不同类型的食物放到餐盘当中，更将新鲜水果做造型摆盘，避免幼童挑食。这个我真的。
教案以国民健康署我的餐盘为目标，教幼童分辨6大类食物，认识加工食品、含糖饮料等生活周遭饮食对健康造成的负担。我们先导来，比如讲先用过模型，或者是故事、故事红仔册，互囡仔先去看，先有迄个概念。啊，有当时还倒去厝里，叫伊看厝内面，爸爸妈妈拢安怎煮这物件，啊，你拢平常时食寡啥？所以老师会设计学习单，互囡仔佮家长倒去记录讲，阮今仔日厝里食啥物，啊，阮才过来透过这个学习单，来检查讲，因这物件有营养无？台南市教育局除了提供教案范本给幼儿园，也会编写幼儿园餐点作业手册，建立餐点制作流程以及幼儿餐点设计。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希望幼儿园和家长一起合作，培养幼儿正确的饮食习惯与均衡饮食。记者收怀台南报道。为了进一步推广食鱼教育与国产在地的海鲜食材，基隆区域会举办全国厨神料理争霸战，从全国各地123名参赛选手中选拔出8名选手进行总决赛。用藜麦、绿竹笋、米饭和小卷混合，用竹炭粉染色，制作成饭团，当成主菜。旁边的印度脆球搭配炙烧玉米，这一道仲夏海鲜、圆舞曲、视觉味觉都让评审印象深刻。好，小卷去做主轴，但是我选的不是比较小只的，我选的比较大只一点的。那大只一点，大家通常都是做红烧用的，但是我把它做成炸饭团。不管是用小卷龙虎斑透抽，或者大虾制成炖饭、意大利面，每一位参赛者全程关注，要在2个小时内做完料理。我觉得可以，一来是可以有就是展现做菜的一个技巧的机会啦，是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的。今年全国性的厨神料理比赛争霸，这些今天有社会组跟学生组，里面都是用我们的在地食材，台湾在地食材，用我们的小卷。我们趁此机会推广我们基隆在地的小卷，因为小卷的油量在台湾我们占60%几。2、1，开始！基隆区域会举办全国厨神料理争霸赛，从各地123位选手中挑出8位，在渔会举办决赛，利用当地国产海鲜做出美味料理。经过激烈比赛，学生组由台北市立大学大一生陈妍希第一次参赛就获得冠军。而社会组由黄俊伟拿下冠军，2人抱走2万元奖金。使用国产在地的中卷来加入卷饼里面，然后使用了番茄跟凤梨来平衡它的鲜味，然后再加入2个不同颜色的洋葱，然后去中和，然后让它提出一个夏季的清爽口感。基隆本港的小卷现在是很新鲜又肥美，它不像冬天。量又比较少，又比较瘦。那夏天因为有浮游生物的关系，所以它们特别的肥美，所以就拿来做料理是很清爽的。不管你做什么，都会很入菜。所有进阶前4名的到渔会这边来做一个决赛。我想我们最主要是在推广我们基隆的渔产品小卷透抽。我想现在的市面上大家都相当喜爱接受我们的小卷跟透抽，而且我们真是供不应求。今年9月，全国渔民节将在基隆举办，基隆区域会举办一连串活动，包括食鱼环岛列车、驻大旗鱼彩绘竞赛、渔村小旅行、厨神料理争霸赛，让国人了解渔业，也多吃国产渔货。在全国几百位里面才选出我们今天参加决赛的8组，所以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一系列食鱼教育，还有整个料理的竞赛，还有整个活动这个有意义活动的规划，让台湾的食鱼教育，让台湾的渔业产业，让台湾整个消费者跟我们的产业密切结合在一起。渔会首次举办厨神料理争霸赛，参赛者利用巧思和创意呈现独一无二料理，希望获得评审青睐，也将国产渔获注入新的生命。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捷运环状线受到今年4月初瑞士规模7.2级地震的影响，桥梁及设施多处受损，导致部分的路线停驶至今。市长侯友宜前往新北环状线的中原站视察复原情形，要求新北捷运局在施工安全无虞的前提下，加速复原工程进度，力拼年底全线复驶营运。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特别前往新北环状线中原站，与地方民意代表共同聆听环状线复原工程进度简报，之后更是走进轨道中，视察因地震受损的桥梁及其他设施目前复原的情况。侯友宜表示，这是首次捷运因天然灾害导致捷运系统严重的位移，复原工程没有潜力可循。经过专家学者不停开会讨论及新北捷运局全体总动员之下，目标在年底前希望能让环状线恢复全线通车。自从新北环状线在0403大地震以后，整个复原的工作我们就如火如荼的快速的展开。这是全台湾第一次捷运因为天然灾害或是地震所造成的这个整个捷运系统的位移，那虽然是一个非常严重，对我们新北市的捷运系统、双北的生活圈影响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不断的每天紧盯进度。最重要的，我们要让复原的工作能够快速让市民朋友能够搭乘一个安全无虞的捷运。那经过很多专家的这个评估，大家在安全无虞以及我们全部总动员底下，所有工班大家全力的衔接跟配合，我们最快大概在年底，今年的12月31号，希望环状线能够复驶，这是我们的目标。侯也指出，相关工程复原进度是否每天都有掌握？虽然恢复全线通车的目标设定在年底，但会在捷运系统通过检查测试，确保比以前更强固、更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才会恢复通车开放营运。我们还是要以安全无虞捷运系统确保比以前更加的强固，我们才会测试完毕以后才会做整体性的开放。目前我们希望提早半年的工期，所以从明年的6月份能够提早到今年的年底。所以市民朋友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抱歉，我们会全力的抢进，但是一定要做到安全无虞。希望市民朋友在这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困扰，我们会全力的用另外的接驳的交通车的方式，让我们的交通还是保持一定的顺畅。新北捷运环状线受到今年4月初瑞士规模7.2地震的影响，桥梁及设施多处受损，导致部分线路停驶至今。侯友宜今天前往视察时，也特别致赠水及运动饮料，请同仁们在大热天工作之余，不忘补充水分及电解质。期盼新北捷运局能在施工安全无虞的前提下，力拼年底全线恢复营运，让市民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氧化碳终结者NOCO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1.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3. 改用电热水器。NOCO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3、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4、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